號佳麗，奧特之母，芳齡14萬歲，身高40米，體重32000噸。職業為奶媽，曾親手救返幾個死透嘅奧特曼，喺光之國係地位最高嘅女性。目前夢想係退休多湊幾個孫，因為奧特之父同貝利亞強烈要求嘅關係，特別入選奧特之母強盛時期。2號佳麗，瑪麗奧特曼，芳齡14萬歲，減去泰羅年齡12000歲，身高40米，比生下泰羅嘅奧特之母體重應該輕啲。職業為護士，年輕嘅奧特之父同貝利亞就係因為佢嘅芳容埋下咗幾萬年恩怨，一度造成光之國滅國危機，可謂傾國傾城，紅顏禍水啊！3號佳麗，尤利安奧特曼，芳齡7800歲，身高47米，體重36000噸，職業為外交官，夢想係成為奧特小姐，宣揚光之國。又稱回竹馬奧迪奧特曼，兩個傳咗幾萬年緋聞仲未收成正果，外迪真係好唔負責任啊！4號佳麗，格利喬奧特曼，芳齡17歲，身高43米，體重3萬噸，職業為學生。作為目前最年輕嘅奧特曼，有2個親生雙胞胎哥哥，有成為奶媽嘅天賦。八卦周刊時不時爆料佢同賽羅傳出緋聞，各位點睇呢？5號佳麗，卡蜜拉，芳齡3000萬年以上，身高49米，體重39000噸，職業為侵略地球。佢有住全場最高挑嘅身材，所以成為迪迦奧特曼嘅女朋友。可惜因為性格不合已經分手，失戀對佢嘅打擊真係好大啊！6號佳麗，哈爾蜜拉，身高體重年齡數據同卡蜜拉一模一樣，因為同特利迦奧特曼抄襲迪迦一樣，哈爾蜜拉係卡蜜拉嘅2.0，同樣因為性格不合，一度同特利迦鬧分手，好在最終特利迦都係食返回頭草，兩人目前私奔中，懷疑準備復合。好啦，以上6位佳麗，你最滿意邊位？投下你神聖一票留言話我知啦！首屆奧特小姐圓滿結束啦，拜拜。